来看笔记型电脑的代工厂林宝今仔开股东会。今年电子业的景气无排除下半年开始回温，因为有一寡客户会落订单咯，包括笔电、消费性的电子产品下半年拢应该会成长。林宝的董事长柯信雄是真乐观，嘛认为讲整体电子业的库存已经恢复正常咯。笔记型电脑代工厂林宝今仔日早起举行股东商会，因为去年受到战争、甲能源危机等等的因素影响，去年合并营收是1兆732亿4600万，比前一年度减13%。不过公司内部销库存的情形，目前已经转去到正常的水位。销库存这件事，我倒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那么重要的了哈，因为大家都经过1年的时间，那么这个做了一些调整，最重要是需求面。如果需求面出来了以后，它就会带动供给面的这个消化。我想下半年看起来大家都比较乐观，应该是比较好吧。董事长柯信雄表示，因为这段时间即时的订单较济，统计今年5月份的营收，甲1月份来比已经增加200多亿，主要是下半年全球景气复苏，需求的动能转强。因为5日这4天的连假进前上尾的交易日，目前台股依次伫关东。盘中捌甲17152点，卖到32点，市场谨慎以防卖压出现。从这个成交量看起来呢，那今天预估全天的成交量大概差不多不到2900亿啊，那跟前几天的这个3000多亿来比的话，那确实是减少了很多，所以今天卖压其实看起来并没有这么的沉重。资深的分析师认为讲，5日这连假了后的开盘，爱观察美股的走势，美股若是无稳定伫落。台股可能嘛会呈现低气压，都要持续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